小侯爷，小侯爷，银子，好多的银子。什么银子？在哪儿？快！发了，真的发了！胡先生，快去记账！哎，钱管家，你去招呼招呼外面送钱的人，再做点蹲实的吃的给他们。别走啊！怎么了？这得帮着办啊！你糊涂了？这银子哪能过大人之手啊？这怎么也得咱俩亲自来搬啊？就咱俩。我简直就是集央行行长跟搬运工于一身呐！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。我帮你。夫君，快来帮我！哎呦，怎么了？快，坐下。你呀，准是一大早就开始忙活，也没顾得上吃饭。歇歇。白天操劳家里家外的事儿，晚上还得惦记人家云家的产业。这吃不好睡不香的。我也得给你好好补补，是吧？没事儿，其实没事儿。美的，快打开让我摸摸。回去没劲儿了。我看着香就高兴。想好了没？两家的钱都被你截留了，你总得有个说法吧？老四可不是吃素的。先存着，又没说不给。哎，下批货的银子别送咱家来了，直接送过去。眼不见心不烦的。你也知道啊，没分红之前的都是公家的钱，虽然是亲戚，也不能坏了规矩。要不然你截留，他也截留，这生意还能做吗？那夫君也不早说，这都入了库了，这搬出来多心疼啊！忘了吧，脑子里边光想钱了，都掉钱眼里了。拿去，拿给胡账房，让他记到大账上吧。哎呀，这样的话，今年能过个好年了。不知道怎么着，心里跟跑马一样闹腾。唉，就挨着夫君还安生着。嫌多烧的呗，真是就这点就扛不住了，以后这种场面多了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夫君。留在咱庄子上的穷学生越来越多，这过了年就开省试，今年换走了一大批官员，把以前通的门路都给堵死了，所以留在咱庄子上想找活干的穷学生特别多。这都是穷学生，你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人家想留就留呗，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行，操什么心啊？真不是呀。吵醒了。烧起来吧！小侯爷早起来了，公主也起来了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来个贼你都找不着。教学？是啊，我家夫人说了，说那些学生啊，大老远的跑过来考试，结果赶上了朝廷大清洗，可怜呐，又无依无靠的，所以想学齐郡主家给那些孩子办个幼学，也让那些回不了家的学生来当先生。不好，这农户都去学知识了，谁来种地啊？咱们都饿着吗？
认字嘛，又不供他们上弘文馆，无非也就是写写算算的，能写个自己的名字，能掰开自己脚趾头有几个就行了。这才像你说的话。刚才我还以为你转性了呢。我不管你咋想，反正这幼学我办定了。好，都听夫君的。傻呀，自己在那美什么呢？我有一件喜事儿。什么喜事儿？说说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到时候了再跟你讲。神神秘秘。灯笼，卖灯笼的啊！卖布，卖布。哎，夫人，前面就是福昌楼了，咱们去看看吧。还怎么看啊？这都拿不下了。拿得下，拿得下，你看嘛。啊，都给我拿得下了。走。你多买点。花钱花的爽吧？没花几个钱，都是朋友的店铺。哦，对了，夫君，今天我们路过福昌楼，上去转了转，你猜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咱家的素蛋，这价格呀被标的离谱，30文一个。30文，打劫吧？普通人家1个月的花销了，就买一个鸡蛋，肯定没人买吧？摆设吧？才不是摆设呢，切身亲眼看见有人买了10几个走，这转眼的功夫就卖没了。哎，夫君知道吗？现在这鸡蛋价格呀已经被抬得厉害，老四那儿已经收到40文一个了。40文，暴发户怎么这么多呀？啊？又盘算什么呢？钱少的时候吧，整天精打细算的；现在好不容易有点钱了，又觉得白白存在银库里边没法升值，我烦啊！怎么办呢？安生点吧，才几个钱，投什么资啊？样书，你先过过目。拿反了，多精细啊！这可是天大的殊荣。先是4册，毕竟后边的学问太深，没人学得会，况且也没有先生可以教授。要不然夫君辛苦点，教授一批先生出来吧。我不行，让我搞搞学问还行，让我去教学那不乱套了。除非要是有女学生的话。想什么呢你？这天大的学问也不敢让你去教了，你就当我什么话都没说啊。你先看着。啊，那慢走不送啊。公主呢？走了？年关了，都忙。来，我来。这忙着沏茶，都没来得及跟公主当面道谢。内务府那笔买卖，咱家赚得厉害呢。道什么谢啊？他应该跟咱们道谢，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。这不，又让老四去赴宴了。让老四赴宴啊？太好了。这也不行啊。怎么了？就咱家老四那举止那脾气，实在难登大雅。我得好好管管他去。来。这老四诚心跟我作对，这吃着饭呢，故意露着牙插着腿，气死我了。插着腿不是挺好的吗？带点匪气，省着挨人欺负，又活泼。再说了，除了你，谁较这个真儿啊？那也不能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懂啊，这让人笑话。谁敢笑话？那可是公主带着的人，谁敢不给公主面子啊？也是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又晕了？哎呀，你说你这哪行啊？要不然让周大夫过来看看吧。哎，要不然都年关了，再病倒了怎么办啊？好了，快睡吧啊。